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湾出现第一例多发性系统发炎的症候群，或者 MIS-C， 是一个10岁小男童4月底确诊胃着病毒，先开始是轻症，2天就好啊，想袂到1个月后病况恶化，开始来发烧、落瀉、咳哈啦、布粒啊，而且骹手4肢拢来反症，送台大病院来急救，好你家在救回来。所以医生再一次提醒着家长，爱赶紧带囡仔去注预防射，因为有注射，才会当预防重症，嘛才会当预防这种会发烧甲休克的多发性系统发炎症候群。囡仔脚底拢红起来，腿拢肿起来，都若是有芳定着，甚至出现青毛呐、发烧等等。若是囡仔确诊恢复了后，有这镜头，家长都要注意，这是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MIS-C）。2020年第二种大爆发的时，美国和南韩拢有案例，即马台湾嘛出现啦。台大小儿心脏科医生林明泰就分享，有10岁囡仔伫4月底确诊，因为轻症2天就恢复，想袂到5日再进前，巴肚落瀉、咳哈啦肿起来，各生背啊、骹手嘛拢肿起来。以后因为血压袂稳，送去家护病房，经过4天的治疗才好起来。不过，哪会出现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这个感染呢？可能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引起我们免疫系统发生错乱，发生一个发炎反应，误以为我们身体很多的器官组织是跟这个细菌呢或者病毒呢有一些共通性，那就是攻击我们很多的器官组织发炎。MIS-C 5到18岁囡仔家长拢要注意身体状况。确诊恢复了的第2到第6礼拜，若是有发高烧、想要吐、巴肚痛、巴肚落瀉，或者是有青毛呐、结膜炎、骹手肿起来、心肌功能异常，一定要赶紧送病院。全球有超过1/3的囡仔并发休克，儿童脑炎是确诊的第2到第4天会发生，温度超过41度，意识无清楚，会爱困、头壳痛、想要吐、头痛等等，发展的时间和镜头拢无同。而且有一些人的会影响到心脏，冠状动脉如果塞住的话，就是心肌梗塞，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医疗比较差的地方呢，它的死亡率有10%，即使在先进国家呢，它也是有2%到3%的死亡率。儿科医生呼吁家长赶紧带囡仔去注疫苗，唔能当避免胃着病毒，佫会使减少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和脑炎，互囡仔全面的保护力。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